好開心咧，可以有機會咧嚟到蒙恩堂當中咧，同大家分享神嘅話語喎。好開心呢，來到蒙恩堂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話語。係啊，咁咧今次係我第一次嚟到大家嘅當中啦。今天是我第一次來到大家當中。係啊，好想咧讓神嘅愛咧，神嘅話語咧，係啊，同大家嚟到分享。好想讓神的愛和神的話語和大家一起分享。頭先大家咧聽到瑞芳嘅見證嚇，剛才大家聽到瑞芳的見證，佢嘅成長裏邊咧，讓佢好恐懼，亦都咧冇被保護。他的成長裡面讓他很恐懼，也沒有被保護。所以咧，佢會覺得自己咧個價值係冇㗎，他覺得係唔值得被愛㗎。他覺得他自己沒有價值，覺得自己不被愛。但係其實呢個係仇敵對我哋嘅蒙蔽嚟嘅喎。但是知道這是仇敵對我們的蒙蔽來的。因為咧，神其實係好愛我哋，佢創造我哋咧係為咗我哋咧去享受㗎。因為神他好愛我們，他創造我們就是為了讓我們來享受。但係神好好啊，佢嘅光咧就進入喺瑞芳嘅裏邊。但是神好好，神的光來進入瑞芳的裡面，唔單止改變佢嘅生命，不單止改變他的生命，亦都咧藉住佢咧改變好多長者嘅生命喎。也都借着他改變了很多長者的生命，甚至咧可以同呢啲長者一齊去服侍神，甚至和長者一起來去服侍神，係咪好大嘅分別啊？是不是很大的分別呢？佢同佢所服侍嘅長者都一齊咧經歷咧生命嘅意義。他跟到服侍一起的這個姐妹都一起經歷了生命的意義。所以咧，我哋再一次嘅將掌聲咧獻俾我哋嘅神。所以我們再一次把掌聲歸給我們的神。係啊，耶穌咧係生命嘅光。耶穌呢是生命的光。耶穌咧喺呢個世界上嘅光。耶穌是這個世界上的光。呢個光咧嚟到地上係要尋找我哋呢度每一個。這個光來到這個地上就是尋找我們每一個。亦都咧尋找咧線上邊嘅朋友。也是在找線上的朋友。但係我哋係咪咧接受呢一個嘅光咧？但是我們是不是來接受這個光呢？究竟咧我哋點樣先能夠咧讓呢個光進到我哋嘅生命裏邊咧，除去一切嘅黑暗同埋蒙蔽？那我們怎樣才能把這個光進入我們的裡面，除去我們裡面的黑暗和蒙蔽呢？呢個咧係我今日好想同大家分享嘅信息。那這個是我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今日咧我會講關於約翰福音第9章。今天我會講約翰福音第9章。我嘅講道題目係咧讓光進來。我的講道題目是讓光進來，瞎眼睛看見，瞎眼睛看見。好冇咧？我哋一齊嚟到祈禱。好，我們一起來禱告。親愛嘅天父咧，我哋讚美你。親愛的天父，我們讚美你。多謝你差你嘅獨生子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多謝你差派你的獨生兒子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讓你嘅光咧進入喺我哋嘅生命裏邊。讓你的光進入我們的生命的裡面。求主咧，你嘅靈咧，今日喺呢一個嘅會場裏邊咧，自由嘅運行。求主你的靈在這個場地裡面自由的運行。你打開我哋嘅心靈嘅眼睛。你打開我們心靈的眼睛，讓我哋咧能夠看見你，讓我們可以看見你，讓我哋能夠經歷你嘅愛，讓我們可以經歷你的愛。多謝耶穌，我們謝謝耶穌，聽我哋嘅禱告，聽我們的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門。阿門。好啊，今日咧我哋講咧約翰福音第9章。好，我們今天講約翰福音第9章。約翰福音咧其實記載咗耶穌基督行咗有7個嘅神蹟。約翰福音裡面記載了耶穌行了7個神蹟。今日呢一章嘅經文咧係講緊佢行嘅第6個神蹟。那這一章嚟講是耶穌行的第6個神蹟，就係咧佢去醫治一個生來就瞎眼嘅人。就是在醫治了一個生來就是瞎眼的人。係啊，生出嚟就已經咧睇唔到嘢，生出來就已經看不見東西。耶穌基督行呢一個嘅神蹟咧，係為咗顯明佢係神嘅兒子。耶穌基督形容這個神蹟，就是顯明他是神的兒子，亦都係咧呢個世界上嘅光，也都是這個世界上的光。喺約翰福音8章嘅12節，我哋可以一齊咧嚟到讀呢一節嘅經文。好，我們一起來讀8章12節的經文。預備起。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係啊，耶穌呢度咧同眾人講話，佢係世界嘅光。耶穌在這裡對眾人說，他是世界的光，並且佢係想咧我哋得着呢一個光嘅喎。並且他是想我們得着這個光。我哋點樣能夠得着光擺脫黑暗呢？我們怎麼能得着光擺脫黑？呢度講咗一個好重要嘅關鍵。這裡講了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係跟從我，就是跟從我，即係跟從耶穌，就是跟從耶穌，就係聽耶穌基督嘅説話，就是聽耶穌基督的話。所以我講到嘅第一個大標咧，就係聆聽信服
瞎眼重見光明。我講到的第一個大標就是聆聽順服，瞎眼重見光明。我哋一齊讀咧今日嘅經文《約翰福音》第9章1至到7節。好，一起讀9章1到7節。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門徒問耶穌說：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趁着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耶穌說了這話，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對他說：你往西羅亞池子裏去洗。他去一洗，回頭就看見了。好啦，呢一個嘅經文場景咧，係發生喺住棚節之後嘅喎。那這個經文的場景是發生在住棚節之後。大家上個禮拜係咪喺度過住棚節啊？大家上個禮拜是不是在這過住有棚節喺度過啊？節嘅，我哋舉舉手。有在這過節舉舉手，係咪好開心啊？喺度過是不是很開節。心啊？在這過節，係啊，咁喺呢個嘅節期之後咧，在這個節期之後嘅一個安息日，是第一個安息日，耶穌咧就從聖殿裏出嚟，耶穌就從聖殿裡出來，佢經過一個地方就遇到呢一個生來瞎眼嘅人。他經過一個地方就遇到這個生來瞎眼的人。咩係生來瞎眼呢？什麼叫生來瞎就係眼呢？佢一出世其實就已經見唔到嘢，就是他一出生就是看不見東西了，所以佢係咁多年嚟都冇見過光㗎，就是在這麼多年都沒有看到過光，一直咧都活喺黑暗裏邊。一直都生活在黑暗裡。咁於是咧門徒就問耶穌啦，於是門徒問耶穌，拉比即係夫子嘅意思，老師嘅意思啦。拉比就是夫子、老師的意思。呢個人究竟生來瞎眼係因為佢自己犯罪啊，定係佢嘅父母犯罪所導致嘅呢？那這個人生來瞎眼是他犯罪呢，還是他的父母犯罪而導致的呢？啊，原來咧猶太人嘅觀念裏邊咧，一個身體有殘疾嘅人咧，係同佢嘅罪係有關係嘅。原來猶太人的觀念裡面，他身體的殘疾就是和他的罪有關的。咁呢一班跟從耶穌嘅門徒，亦都受呢一個嘅觀念影響，那這班跟隨耶穌的門徒也是受這樣子的影響，所以佢哋就問：究竟係邊個嘅罪所導致嘅咧？所以他們就會到底是誰的罪所導致的呢？大家咧，如果進入呢一個瞎子嘅角色裏邊去諗啊，如果大家進入這個瞎子的角色裡去想，你自細已經睇唔到嘢啦，他從開始就沒辦法看見東西。到大個咧，你亦都冇辦法只出去揾嘢做，係咪？他長大了也沒辦法出去找工作，咁所以咧，要咧喺街邊做乞衣去乞食啊！所以他在街邊就做這個要飯呢，去要東西吃。唔單止係咁，佢仲要咧面對好多人咧對佢嗰種眼光喎。不單只是這樣，他要面對很多人對他的不同的眼光。可能有啲人話：梗係佢犯罪啦，係嘛？可能有說：哎呀，肯定他是犯罪了。所以咧，佢仲要咧不斷嘅被定罪，所以他不斷的也被定罪，身心靈咧都受到折磨。身心靈都受到折磨。但係耶穌又點睇呢？那耶穌又怎麼看呢？啊，耶穌所講嘅係完全唔一樣喎。耶穌所講的是完全的不一樣。耶穌就話啦，耶穌就說，佢話唔係呢一個人犯罪，不是這個人犯罪，亦都唔係佢父母犯罪喎，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係神要喺呢一個瞎子身上顯出神嘅作為嚟。是神要在這個瞎子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係完全唔同嘅畫面。這是不同完全的畫面。原來呢個瞎子佢被造係有目的㗎，原來這個瞎子被造是有目的的，佢嚟到呢個世界上係有意義㗎，他來到這個世界是有意義的，佢係要顯出神嘅作為他喎。顯出神的作為來。原來佢係個神蹟嘅器皿啊！原來他是一個神有冇蹟的器諗過皿來了啊？，大家有沒有係完想過？全唔一樣嘅眼光。他完全不同的眼光。大家有冇睇到耶穌嘅眼光同佢門徒嘅眼光好唔一樣啊？大家有沒有看到耶穌眼光和他門徒眼光是完全不一樣的？耶穌所睇到嘅，仲有第4節就話：趁着白日，我哋必須做那差我來者嘅工。耶穌所看到的就是第4節，趁着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佢話者的工。黑夜將到啦，
冇人能夠做工啦。因為黑夜將到了，就沒有人再做工了。耶穌仲睇到呢個係一個咧，我可以去服侍天父嘅機會，耶穌看到這個是我能去服侍天父的機會，可以係榮耀神嘅時間。是榮耀神的時間。但係佢嘅門徒睇到嘅就係邊個對邊個錯，那他的門徒看到的就是誰對和誰錯。呢個係一個咧分辨善惡嘅眼光，這個是分辨善惡的眼光，係咧完全唔一樣。完全的不一樣。呢班嘅門徒都一路跟住耶穌，那這班的門徒也是一路的跟着耶穌，但係咧佢哋靈裏邊冇睇見呢一個屬靈嘅角度，但是他們靈裡面沒有看到這個屬靈的角度，所以其實佢哋喺靈裏邊咧，佢哋仍然都係瞎眼喎。所以他們在靈裡面仍然是瞎眼的。呢班門徒都看不見，那這班門徒都是看不見的，但係呢班門徒有個好處，但是這班門徒有個好處，就係佢哋識問問題，就是他們懂得問問題，佢哋識得問佢哋嘅老師究竟係邊個犯罪。他們懂得問他們老師到底誰在當佢犯罪。哋去問耶穌問題嘅時候，耶穌就有機會去糾正佢哋嘅觀念啊。當他們就有機會去問耶穌問題的時候，耶穌就有這個機會去糾正他們的問題。所以咧，我哋去問耶穌問題都係好重要嘅喎，弟兄姊妹。弟兄姐妹，當我們去問耶穌問題的時候，都是大家有冇很重要的。習慣咧去問耶穌問題啊？大家有沒有習慣去問耶穌問題呢？你有習慣去成日問耶穌問題嘅，舉個手好唔好啊？你有習慣經常問耶穌問題的，先舉手。好，我哋俾啲掌聲呢啲嘅弟兄姊妹。好，給點掌聲，這些弟兄姐妹。我咧最近咧有一個嘅經歷，我最近有個經歷，我喺我所處嘅群體裏邊咧，我聽到啲是非，在我群組裡面，我聽到一件是非，咁咧我好唔開心，我很不開心，因為咧覺得咧有人被中傷，我覺得有人被重傷，亦都咧為着咧傳舌講是非嘅人咧，我好激氣。也為了這些講廢事是非的，我很生氣。夜晚咧我就去到神面前咧同佢傾偈，夜晚我就來到神的面前跟他聊天，我就將我嘅感受咧同佢講啦。我就把我的感受說給神聽。講完之後我就問耶穌啦。講完之後我就問耶穌我了。話神啊，你點睇㗎？其實我說神啊，其實你怎麼看呢？跟住咧，我諗唔到神同我講咗兩句説話。跟着我想不到神跟我說了兩句話。佢第一句就話：他們所作的，他們不知道。第一句話就說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跟住我話係喎，其實佢哋傳舌講是非，佢哋根本就唔知道自己喺度講緊呢啲嘅閒話，傷害其他人。跟着我都說是我，他們就在講這樣的是非去傷害別人，他們是不知道的。跟住耶穌同我講嘅第二句説話就係：然後耶穌給我講的第二句話是：佢話孩子，你過去咧都有講過㗎。他說孩子，你過去你都有說過，都有傷害過人。你都有傷害過人。跟住我就係喎主啊，我以前都犯過呢個嘅罪。跟着我就回答說：是啊，主啊，我以前都犯過這種罪。跟住我嘅眼光就轉變，然後我的眼光就我就去為咧呢一啲嘅人咧嚟到禱告，我就會為這些人來禱告，亦都為着自己去認罪，也都為了自己來認罪。所以神嘅話語嚟到嘅時候，就好似一道光咧，光照我哋嘅心眼。所以神的話語來到時候，就像一陣光來光照我我本來就係諗的心眼。住攞石頭去掟嗰個人㗎啦，我本來是想拿石頭去扔那個人了，但係神嘅話語一出，但是神的話語一出，佢嘅光嚟到咧，就改變我呢個心態，他的光一來到就改變了我的心態，就讓我咧可以咧唔需要再去嬲人，就讓我不再去生氣，並且咧可以為對方嚟禱告。並且我可以為他禱告。所以聽耶穌嘅説話重唔重要啊？所以聽耶穌話是不是我哋同我哋很重要呢？隔離嗰個講，我哋咧真係要多多嘅問耶穌問題，聽佢嘅説話。我們和旁邊的說，我們要多多的問耶穌的問題，聽他的話。好啊，跟住咧，耶穌咧就同即係解答完門徒嘅問題之後咧，跟着耶穌解答完門徒的問題之後，佢就開始咧醫治呢一個嘅瞎子啦。他就開始來醫治這個瞎子。佢醫治之前，佢先宣告咗一句嘅説話。醫治之前，他先宣告了一句話。喺第5節嗰度，佢話：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是第5節，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佢講完呢句説話之後咧，就做咗一個好特別嘅動作。他講完這句話之後，他做了一個很特別的動作。佢唔係就咁祈禱啊，你要開眼。啊，他不是說這樣禱告，你要開眼。咁樣係咪好簡單、好直接啊？係咪？那這樣是不是很簡單、很直接呢？但係耶穌做咗一啲好複雜嘅動作。耶穌做了一個很複雜的動作。佢咧先吐口水落個地下，他先吐了一個口水放在地上，然之後咧混和嗰啲泥土啊，然後就是攪和那個泥土，然後咧將嗰啲泥土咧就搭咗去喺嗰個瞎子嘅眼睛上邊，然後他就拿那個泥土就是放在那個瞎子的眼睛上，跟住抹完之後咧就叫佢去西羅亞池啦去洗
當我擦完之後，讓他去西羅亞池子裏去洗。弟兄姊妹，點解咧？耶穌要做呢一個咁複雜嘅動作，係咪咁樣先能夠醫治人呢？那弟兄姐妹，為什麼耶穌會這樣做這樣的動作？那是不是這樣才能醫治呢？唔係喎，耶穌咁有權能，佢可以叮一聲就醫好佢噶啦，即刻打開眼都得嘅。耶穌這麼能權呢，他就醫生叮一下，他就可以醫好的。但係耶穌做呢個動作咧，係代表佢係創造者。耶穌做這個動作，代表他是創造者。喺創世記嘅時候咧，神係用佢嘅話語創天造地噶。在創世紀的時候，神是用他的話語創造天地的。並且咧，佢用塵土做亞當，並且他是用塵土創造亞當。然後咧向亞當吹一口氣，然後向亞當吹了一口氣，佢就成為有靈嘅活人啊！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呢一度咧，耶穌同樣係做一個嘅創造嘅工作。在這裡，耶穌同樣的做了一個創造的工作。佢用嗰個口水代表咧佢嘅話語，亦都代表佢嘅氣息。用那口水是代表他的話語，還有他的氣息。嗰個塵土嘅泥土就好似塵土一樣啦。那個泥土就像塵土一樣。佢嗰個抹嘅動作啊，喺原文裏邊咧係代表膏抹。他那個擦的那個動作呢，那個抹的動作，在這個原文上是代表膏抹，有聖靈咧膏抹嘅意思。有聖靈膏抹的意思。然之後咧就讓一抹咧，佢嘅眼珠就被創造咗出嚟。然後他一抹呢，他的眼珠就被創造出來。所以呢個係表明咧，耶穌基督就係神嘅兒子。這就表明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佢係創造者，亦都係咧賦予生命嘅神。他是創造者，也是賦予生命的神。咁啊，但係咧都需要人去回應嘅喎。但是都是需要人來回應的。佢需要呢一個瞎子咧去走去西羅亞池去洗佢嘅眼睛。他需要這個瞎子去到西羅亞池子來洗他的眼睛。經文講到咧，當佢一洗完回頭就看見了。但經文說他洗完回頭一看就看見了。所以如果呢個瞎子佢唔去洗，如果這個瞎子他不去洗，哇你做乜嘢啊？抹咩喺我嘅眼上面啊？你都係假嘅。如果係咁，會發生咩事咧？如果那個瞎子說：哎呀，你擦的什麼東西在我的眼睛上？如果他不去，會發生什麼事呢？咁就得不着醫治咯。那就得不着醫治了。咁就見唔到光咯。那就見不到光了。但係呢個瞎子肯聽話，但這個瞎子佢相信耶穌嘅説話，他相信耶穌的話，佢去洗完回頭就看見了。他去洗完回頭就看見了。所以咧，去聽神嘅説話係讓光進入我哋生命嘅一個關鍵。所以聽神的話是讓光進入我們裡面的主要的關鍵。我想咧分享我喺職場一個嘅見證。我想分享一下我在職場的見證。其實我以前唔係幾聽神話㗎。其實我以前也不是很聽神的話的。咁我記得咧，我喺入611教會之前咧。我記得我在611教會之前，我曾經做過一份咧教育嘅工作。我之前做過一份教育的工作，係我咧非常喜歡㗎。是我非常喜歡的。咁咧，無論工作性質我好中意啦。這個工作性質我很喜歡。人工高啦。那個工資又高。被老闆重用啦。老闆又看中我。同事又對我好好喎。同事就對我特別好。哇，係咪好完美啊？喺邊度揾啊？是不是很完美的？能在哪裡去找呢？唯一嘅缺點就係咧，工作時間好長。唯一的缺點就是工作時間長。有陣時咧做到夜晚3點啦，仲同老闆喺度開緊會。有的時候在晚上的3、4點鐘，還在公司和老闆開會。星期日都要加班，禮拜天也要加班。所以咧有陣時咧返教會咧都心神恍惚嘅。有的時候回到教會也是心神恍惚的。咁咧，當我做咗呢份工2年之後咧，我就返到611啦。當我上這個工作2年的時候，我就回到611。然之後咧，我好多時崇拜之後，我就會去一啲先知禱告團隊裏邊去聽下神今日對我有咩説話咯。就是崇拜完之後，我很多時候會去先知隊裡面去看神界的先知給我說什麼話。好神奇嘅事咧就發生啦！很神奇的事就發生了。我去過揾幾個唔同嘅禱告服侍隊祈禱。我去了找了幾個不同的服侍隊來為我禱告。佢哋竟然不約而同講同一個信息。他們不同而約的講了同樣件事情。佢哋都話不約而同聽到神嘅聲音話叫你離開呢一份工。他們都聽到神的聲音說叫你離開這個工作。跟住我心諗唔係嘛？跟住我心諗有冇聽錯啊？我有冇聽錯啊？第一個聽錯啫。第一個我能聽錯。2個3個講嘅同一樣嘢喎。第二個第三個講的是同一件事。咁我就話哇好攪動啦。哎呀，我裡面就很攪動了。但係我實在太唔想離開呢一份工啦。因為我真的太不想離開這份工的。所以咧，我一路做咗半年。我就是一直做了半年。跟住我老闆仲要升我職。然後我的老闆還要升職給我。咁我就覺得，
好啦，既然係咁，我就接受呢個都可能係神俾我嘅禮物嚟嘅，話仲扭曲啊嗱。那我就想，哎呀，好了，可能這是神給我的禮物，我就這個扭曲的想法去想。但係當我咧接受咗升職之後咧，艱難嘅事就發生啦。當我接受升職之後，我的艱難的事情就發生了。我管理嘅嗰個團隊有一半人突然間辭職，我管理的那個團隊突然間個個都遞辭一對職信走埋嚟，突然間就是一半的人就遞辭職信。跟住我就問究竟發生咩事啊？那我就問發生什麼事咁其情？中有一個就對我講啦，那其中一個對我說，佢話咧其實我哋咧呢班人都揾咗好耐工㗎啦，他說其實我們這些人都找了很多的工作了，但係當你升咗職之後咧，我哋唔知點解就都揾到工喎。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你升職之後，我們就都找到了工作了。咁我心諗下，主啊，係咪因為我冇聽你嘅説話？那我心想，哎呀，主啊，是不是我沒有聽你的話呢？所以你嗱嗱聲派啲工俾佢哋做，所以說主啊，你快一點給他們工作做吧嚟，到管教我咧咁樣。你來管教我。咁咧跟住咧我就同神傾偈啦。然後我就和神聊天，咁我就同神講：咁我而家走得唔得啊？我對神說，我現在走可以嗎？我而家先聽你話得唔得啊？我現在來聽你的話可以嗎？咁我當時就聽到一個好微小嘅聲音，我當時就聽到一個很微小的聲音，佢就可以。他說可以。可以，咁我就立即嘅遞辭職信啦。好，他說可以，我就立即的去遞這個辭職信。其實我嘅老闆同事都唔明點解我要走㗎，其實我的老闆和同事都不明白為什麼我要走，覺得你做得咁好，你點解要離開啊？他就覺得你做得這麼好，為什麼要離開呢？但係我都唔敢答佢哋，總之就係要走啦。但是我也不敢回答他們，總之我要走。但係好奇妙嘅事啊！當我遞完呢一封辭職信咧，一個星期之後，奇妙的事發生，當我遞這個辭職信之後，一個星期以後，我公司嘅一個合作伙伴咧就主動嚟請我去佢公司做嘢。我公司的一個合作的夥伴，他就是主動的來叫我去他公司工我作。係完全唔使揾工，有工嚟揾我。我是不要去找工，是工作來找我，而且咧嗰個薪酬待遇咧係不變嘅，而且那個工資是沒有變的。但係咧工作時間就減咗1/3，但是那個工作時間就減了真係輕1/3，鬆好多。真的輕鬆很多。哇！你係咪要俾掌聲神？神真係好厲害啊！我們也給掌聲神，神唔很厲害。單止係咁喎，不單止是這樣，跟住之後咧，我就聽到我啲舊同事嘅消息，然後我聽到我舊同事的消息，就話原來我負責嗰個範疇咧開始炒人。就是我負責那個範疇呢開始炒人。原來咧係如果我唔走嘅話，我應該係第一個俾人炒嘅人。如果我不走的話，我可能第一個被別人炒魷魚。所以係咪好特別啊？那是不是很特別呢？其實我哋係睇唔到㗎。其實我們是看不到的。我哋手上面，我哋覺得呢樣嘢對我好好嘅嘢，我們手上呢，我覺得，哎呀，這些東西對我是很好的，係咪真係咁好呢？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呢？其實我哋睇唔見㗎。其實我們看不見的。我哋以為好好嘅嘢，可能呢，我哋繼續擁抱佢嘅時候，我就得唔着更好嘅。因為我們以為是很好的，我們繼續擁抱它的時候，可能我們得不到更好的。我係當我真係肯聽神嘅説話，我離開呢一份工之後，當我肯聽神的話，我離開這份工作的時候，我先發覺原來神係要祝福我，我才發現神原來要祝福我，佢係要讓我咧更加貼近神。他讓我更加的貼近神。當我咧轉咗工之後咧，因為輕鬆咗好多嘛，當我轉了公司，我又輕鬆，所以咧我就可以咧開始讀夜間學房，所以我又開始讀夜間的學房，可以咧接受裝備去更加認識神。可以接受裝備，更加認識神，亦都咧可以咧同神有更多親近嘅時間，也可以和神有更多親近的時間。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姐妹，當我哋願意聽神嘅話，當我們願意聽神的話，神嘅光就能夠進入嚟咧，除去我哋嘅蒙蔽。神的光就會進來，除去我們的蒙蔽。我哋有冇聽神嘅説話呢？我們有沒有聽神的話呢？神有冇對我哋講一啲嘢？我哋好似我頭先所講嘅經歷。我們有沒有神對我們說一些一路話？就像想逃避我剛才的那些的神啊經歷，我一路你唔好同我逃避。講啦，哎呀，神啊，你不要對我講了呢，樣我唔想做啊！這項我不要做。我哋有冇呢啲嘅經歷啊？我們有沒有這樣的經歷呢？有啊，我見到好多人岌頭啊。有弟兄姐妹有這樣的經歷。係啊，但係咧，其實神唔係要難為我哋，其實神不是要難為我們，神想我哋去聽嘅時候，神讓我們去聽的時候，我哋就得着光，我們就得着光，我哋就可以咧脫離我哋生命裏邊嘅黑暗，我們就可以脫離我們生命裏面甚至的黑暗，脫離我哋家庭裏邊嘅黑暗。甚至脫離我們家庭的黑暗。所以我哋同隔離嘅弟兄姊妹講，所以我們對旁邊的弟兄姐妹說，我哋要聽神嘅話。我們要聽神的話。好啦，
啦，我哋咧翻嚟睇呢個嘅瞎子咯喎。好，我們回來看這個瞎子。咁咧呢個瞎子咧嘅眼睛睇見之後，那這個瞎子眼睛看見之後，哇，好開心啦，係咪？他是很開心的，對不對？俾你喺呢個瞎子，你會有咩反應啊？如果你是這個瞎子，你有什麼反應呢？大家講下，你會有咩反應啊？大家講一下，你有什麼反應呢？好開心啦，仲有咧？好開心，還有呢？係啊，仲有咧？還有呢？會周圍同人講喎，我聽到係咪啊？你會唔會啊？有邊個你會周圍同人講㗎？如果你係個瞎子，你舉下手。如果你是那個瞎子，你會不會就是周圍的可以給別人去講？啊，係啊，起碼有一半人咧會周圍同人講㗎。就至少有一半人是周圍的去給別人說。好啊，我哋咧跟住嚟睇第二大點。好，我們來看第二大點。勇敢敞開，看見生命之光。勇敢敞開，看見生命之光。呢個瞎子就好似咧頭先舉手嘅人，那個瞎子就像剛才舉手的人，周圍去同人作見證，四圍的去和別人做見證。講我睇得見啊，睇得見啊。哎呀，我看得見了，我看得見了。咁咧，佢住喺佢側邊嘅隔離鄰舍就見到佢啦，住在他旁邊的隔壁的鄰舍就看見了，就覺得哇，即係眼都大埋啦，係咪？見到呢一個瞎子，竟然睇到嘢喎！他們肯定是很驚訝的看到，哇，你居然可以看得到東西。哇，以前盲㗎喎，但係而家點解會睇到㗎？你以前是瞎的，為什麼現在你可以看得到呢？咁就問呢個瞎子，他就問這個瞎子，佢就一五一十嘅將佢被醫治嘅經歷咧講俾呢一班嘅鄰居聽。他就一五一十的將那被醫治的經歷講給他鄰舍聽。呢班鄰居咧好難相信啊！那這班鄰舍是很難的相信，見到你幾十年都係咁樣，一出世就睇唔到喎。知道你幾十年，你一出世就是看不見東西點，可能會咁樣突然間睇見呢？你怎麼可能會突然間看見呢？所以呢班鄰居咧就將呢個瞎子咧帶到去法利賽人嘅面前，所以這一幫的鄰居帶他去了法利賽人面前，覺得好古怪啊呢件事。就覺得這件事很古怪。係啊，就睇下法利賽人啊，就點樣去面對。看法利賽人是怎樣去面對。法利賽人就再去問呢個瞎子啦，究竟發生咩事？法利賽人去問這個瞎子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個瞎子咧面對呢啲有權位嘅人，因為瞎子對着有權威的人，繼續嘅勇敢敞開，繼續的勇敢敞開。同樣嘅一五一十將佢被醫治嘅經過講俾呢一班法利賽人聽。同樣呢，他一五一十的把這個醫治的經歷講給這些法利賽人聽。面對咧法利賽人嘅起控啊，佢哋係面對法利賽人的起哄，佢哋點解會起哄咧？因為咧其實佢哋聽到話耶穌去醫治佢呢一個瞎子嘅日子係安息日。為什麼他們會起哄呢？因為他們知道耶穌去醫治這個瞎子的這個時間是安息日。對佢哋嚟講，安息日係唔可以作工㗎。對他們來說，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的。呢個係違反律法㗎。這是違反律法的。所以佢覺得一個違反律法嘅人其實係一個罪人嚟㗎。所以他們覺得就是違反律法的人是一個罪人。所以佢點會行到神蹟呢？為什麼？就是說他怎麼呢行出神蹟呢？但係又有另外一啲嘅法利賽人就覺得咁一個罪人佢冇可能行到神蹟喎。咁佢行到神蹟，咁佢仲係一個仲係一個罪人咩？那另外的有法利賽人說，如果是罪人是沒辦法行出神蹟的，如果他行出神蹟，那他是罪人嗎？佢哋咧就喺度咧嘈起上嚟啊！所以兩班人就在那吵起來。如果你係嗰個瞎子，你驚唔驚啊？如果你是瞎子，你害怕嗎？驚啊，係咪會害怕哇！即係呢班有權威嘅人，因為我起哄啊，喺度嘈起上嚟。哎呀，這幫有這個權威的人因着我起哄起來，他們吵起來了。但係咧呢個瞎子唔驚喎。但是瞎子不害怕。當法利賽人問佢究竟咧，你認為呢一個醫你嘅人係邊個嘅時候，當法利賽人問這個瞎子說：你認為醫你的這個人是誰的時候，呢個嘅瞎子就話佢係個先知。這個瞎子就說他是個先知。當然呢個瞎子當時咧仲未認識咧耶穌係神嘅兒子。當然，這個瞎子當時還不認識耶穌是神的兒子。佢咧但係就將佢裏邊對耶穌嘅認識，佢勇敢嘅就講出嚟。他就把在裡面對耶穌的認識很勇敢地說出來，毫無隱藏嘅去做見證。毫無隱藏地去做見證。呢個咧就係瞎子嘅生命。這就是瞎子的生命。我哋係咪咁樣勇敢嘅嚟到去為耶穌作見證呢？那我們是不是這樣勇敢地為耶穌去做見證呢？有一個姊妹好勇敢嘅舉手，一定係一個傳福音嘅人。有一個姐妹很勇敢地舉手，你一定是個傳福音的人。係咁，跟住咧，我哋睇第二種人咯喎。好，我們來看第二種人，就係呢個瞎子嘅父母。就是瞎子的父母。哇！佢個仔突然間看見咯喎，生佢出嚟睇唔到，而家睇見，有咩反應咧？做父母嘅？
他的兒子就是生出來是瞎眼的，現在突然間看起來看見東西了，他的父母是怎樣的反應呢？我哋就睇咧第18節到23節。好，我們看18到23節。咁咧佢父母喺聽到，因為佢個仔其實咧即係得看見嘛。他的父母聽到他的兒子得看見，咁咧佢嘅父母梗係好驚訝啦，係咪？同樣嘅。同樣的，他的父母一定很驚訝。咁啊，猶太人咧就走嚟咧，再問佢父母喎。猶太人就是走過來，他父母因為就係再問他的父母覺得聽呢一個瞎子講嘢都唔知係咪嘅，就是只是聽這個瞎子說都不知道是不是的，就問佢嘅父母，就問他的父母，究竟佢係咪生出嚟就真係睇唔到嘢嘅咧？他到底是不是生出來就看不見東西呢？咁佢嘅父母咧就答係啊，佢真係睇唔到嘢㗎，他的父母就回答說天：生係失明嘅。是的，他天生就是生命的，生下來就看不見。但係咧，當佢哋再問呢個父母，究竟佢係點樣得醫治㗎？個過程係邊個醫㗎？當他們在問他們父母的時候，他的孩子是怎樣得醫治，這個過程是怎麼樣子的時候呢？佢嘅父母就話：我唔知哦。他們的父母就回答說：哎呀，我不知道啊。佢都大個，你自己去問佢咯。他說長大了，你自己問他吧。咁你覺得呢個父母其實佢知唔知嘅咧？那你覺得這個父母他知道嗎？知嘅喎，大家都覺得係知喎，係咪？好多人入頭。大家都覺得他知道的。喺第22節咧就有個線索啦。第22節就有個線索，佢嘅父母咧説這話係因為怕猶太人，他的父母說這話是怕猶太人，因為猶太人已經商議好，因為猶太人已經商議好了，如果咧有人認耶穌係基督嘅話咧，就要將佢趕出會堂，如果有人認耶穌是基督的話，就把他趕出會堂，即係咧剝奪佢好多嘅權利啊！就是剝奪了他很多的權利。所以咧呢個父母唔敢講，所以這個父母不敢講，唔敢咧將佢所知道嘅真相話俾人聽，不敢把自己所知的真相告訴人，所以咧懼怕係會咧讓人咧好壓抑、所以懼怕是讓人很壓抑、隱藏，會隱藏，唔敢咧將自己經歷到神嘅地方咧去講出去。不敢把自己所經歷神的地方說出去。我哋係咪咁樣呢？那我們是這樣嗎？我哋有冇因為驚怕人嘅眼光，唔敢去為神作見證呢？我們會不會因為怕人的眼光，害怕不敢為神做見證呢？以致咧，讓我哋嘅生命咧失去咗呢一個可以見證神嘅光呢？以致讓我們生命當中失去見證神的光。我頭先同大家分享我個職場嘅見證嘛。我剛才分享就是和大家就是我職場的見證。咁我自己好經歷神係咪？我自己是很經歷神，對不對？但係咧，我當時嘅我咧都好怕嘅。其實當時的我也是很害怕的。我都係咧唔敢咧同我啲同事講。我當時也不敢給我的同事說。直至咧好多年之後，直到很多年之後，神慢慢改變我，神慢慢的改變讓我咧真實勇敢，讓我真實勇敢。當我遇翻啲同事嘅時候，我就講翻當年嘅經歷啦。當我遇到我的同事，我就會給他們講我當年的歷史。咁佢哋先知明白點解我走得咁急。他們才知道我為什麼當時走得這麼急。咁我其中一個同事咧，聽完我嘅見證就同我講，我其中一個同事聽完我的見證對我說，佢話咧，因為你嘅見證，我好想認識你嘅神。他說：因為你的見證，我好想認識你的神。見證係咪好有果效啊？見證是不是很有果效嘞？係啊，我哋同我哋隔離嗰個講，我哋咧要一齊嘅為神咧做見證啊！好，對我們隔壁的說，我們要一起為神做見證。係啊，我哋跟住咧又嚟睇第三批人。好，我們來看第三批人，就係咧法利賽人，就是法利賽人。喺第24節嗰度講。24節法講，利賽人咧就第二次咧就叫呢一個從前瞎眼嘅人咧再嚟問話。法利賽人第二次叫這個從前瞎眼的人再一次的來但問話。係今次咧就好唔同啦。那這一次又不一樣了，佢唔係純粹去問佢究竟發生咩事，他不是純粹的去問了發生了什麼事，佢係想佢改口啊！而是讓他想讓他改口。你唔好咧去榮耀呢個耶穌，你榮耀神就得。你不要去榮耀耶穌，你榮耀神可以。因為咧，我哋知道呢個耶穌係一個罪人啊。因為我們知道耶穌是個罪人。佢哋應該嘈完交之後咧，夾好咗啦，就其實已經定咗耶穌嘅罪，佢係個罪人。他們可能吵完架之後，就是大家大家又用一個方法，就是說耶穌是個罪人。所以咧，其實就叫呢個瞎子你可以榮耀神，但係唔可以榮耀人。那就是說，這個方法就是讓瞎子榮耀神，不可以榮耀耶穌。法利賽人呢係一批故意唔承認神蹟嘅人。法利賽人就是一群故意不認神蹟的人。佢哋咧係敵擋光㗎。他們是抵擋光。光嚟到，但係咧佢哋拒絕咧去接受呢一個光。光來到，他們是拒絕而且接受這個光。但係我哋見到咧瞎子咧面對呢一班人嘅壓迫，
當我們看到瞎子面對這般人的壓迫，佢仍然繼續嘅勇敢見證。他永遠的勇敢去喺見證。第25節嗰度講，在25節佢就說，同呢班法利賽人話：有一件事我係知道㗎。他對這些法利賽人說，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呢個耶穌係咪罪人我唔知，耶穌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係我知道嘅就係我以前係瞎眼，但係我如今看見啦。但是我知道我以前是瞎眼的，現在我看見了。並且喺30節嗰度咧，佢繼續嘅勇敢去講。並且在30節，他勇敢的這樣說：佢話咧，呢一個耶穌開咗我嘅眼睛，你他說哋竟然唔知道佢喺邊度嚟，真係奇怪啦。他說這個耶穌他開了我的眼睛，你們不知道他是從你們竟然不知道他從哪裡來，這真是奇怪了。哇，好厲害啊！挑戰法利賽人啊，哎呀，真的好厲害，他在挑戰法好勇利賽人，敢啊！很勇敢。就佢繼續話佢話我哋知道神係唔聽罪人嘅説話他㗎，繼續說，我們知道神不唯有敬聽罪人的，奉神、遵行佢旨意嘅神先會聽佢。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聽從他。創世以嚟啊，就未曾聽見過有人可以打開一個瞎子嘅眼睛。從創世以來，未曾聽過有人把生來是瞎的眼睛打如果呢開了。個人唔係從神嚟嘅，佢咩都唔能夠做啦。如果這個人不是從神來的，他什麼都做不到。哇，係咪好勇敢啊？他是不是很勇敢呢？似唔似一個好勇敢嘅傳道人啊？是不是像一個很勇敢的為傳道人？神去作見證啊！佢唔怕咧，俾呢一班法利賽人趕走。為神去做見證，他不怕這幫的法利賽人去趕走他。哇！呢啲法利賽人咧非常嬲，法利賽人是非你常的生氣，竟然咁挑戰我嘅權威，你竟然挑戰我的即權威，刻就將佢趕出會堂。馬上就把他趕出去會堂。但係咧，當呢個瞎子從前瞎眼嘅人離開咗會堂之後，當這個從前瞎眼的這個人離開會堂之後，佢就遇見耶穌喎。他就遇見了耶穌。其實係耶穌去主動去揾佢，其實是耶穌主動去找他，耶穌就同佢咧顯露佢自己真正嘅身份。耶穌就向他顯露他真正的身份。我哋一齊讀咧第35至38節，好，我好嘛們？一起讀35至38節。耶穌聽說他們把他趕出去，後來遇見他，就說：你信神的兒子嗎？他回答說：主啊，誰是神的兒子，叫我信他呢？耶穌說：你已經看見他，現在和你說話的就是他。他說：主啊，我信，就拜耶穌。耶穌說：我為審判到這世上來，叫不能看見的可以看見，能看見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裏的法利賽人聽見這話，就說：難道我們也瞎了眼嗎？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了。但如今你們說我們能看見，所以你們的罪還在。好啊！呢、一個嘅瞎子咧，聽完耶穌嘅説話之後，好，這個瞎子聽完耶穌說話之後佢，就存住一個非常單純嘅信心，他就存了一個非常單純的相心，信呢個就係神嘅兒子。相信這就是神的兒子。佢咧就喺度拜耶穌，他就來拜耶穌，佢就接受耶穌成為佢生命嘅救主啊！他就讓耶穌成為他生命的救主。佢唔單止咧肉眼可以睇得見，他不但是用他的眼睛可以看得見，佢嘅心眼亦都被打開。他的心眼也被打開。佢真正嘅認識呢一位原來係神，他真的認識這位原來佢咧是神。係嚟咧去將生命嘅光帶俾我。他來是把生命的光帶給我們。所以咧呢個瞎子咧得着咧生命，亦都得着生命嘅光。那這個瞎子不但得了生命，也得了生但係命的光。法利賽人又點呢？那法利賽人又怎麼樣呢？其實佢哋都預見到呢個嘅光喎，那他們也是遇到了這個光，但係佢哋卻係咧因着自義驕傲。但是他們因着自義和驕傲，佢唔單止咧唔承認自己有問題，他們不但是不承認自己有問題，佢仲咧要佢呢一班法利賽人仲要定耶穌嘅罪。而且這班法利賽人要定耶穌的罪，所以咧佢哋靈裏咧變成瞎眼，所以他的靈裡面是變成了瞎眼。就好似耶穌喺39節嗰度講，就像耶穌在39節佢話說，能看見嘅反瞎了眼。他說能看見的反而瞎了眼。呢班法利賽人明明係肉眼見到嘢㗎，那這班法利賽人肉眼明明的可以但係咧看得到，佢哋心眼卻係咧蒙蔽，卻係咧完全盲咗。但是他們心眼完全的蒙蔽瞎了。第41節耶穌就話：第41節耶穌說，你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了。你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了。其實如果呢一
啲人佢係承認自己係瞎眼嘅，反而咧佢哋能夠咧去承認耶穌。如果這些人承認他們的眼睛是瞎了，他們就能承認耶穌。但係如今呢班法利賽人就話：我係看得見㗎。但是如今這班法利賽人說，所以如今我是能看見的。所以法利賽人嘅罪咧，仍然留喺佢哋嘅生命裏邊。所以法利賽人的罪仍然留在他們的心裡面。弟兄姊妹，弟兄姐妹，今日咧，我哋有冇去迎接呢一個嘅光咧？今天我們有沒有迎接這個光呢？我哋咧可以睇下一頁咧，我哋去睇，其實咧我哋今日所講嘅呢三類人，好，今天我們所講的這三類人：瞎子、瞎子、瞎子嘅父母瞎子的父母，同埋法利賽人。還有法利賽人。我哋今日嘅生命究竟似邊一類人呢？那我們的生命今天真的是像哪一類的人呢我？哋係勇敢敞開嘅去見證呢個光，我們是勇敢敞開的去見證光，定係好似佢嘅父母嗰個瞎子嘅父母，佢係懼怕隱藏，以致佢失去咗個光呢？還是像瞎子的父母懼怕隱藏，以至於失去光呢？定係好似法利賽人咁驕傲自義，好多嘢咧覺得我自己諗嘅就係啱，你講嘅我唔想聽。還是像法利賽人這樣驕傲自義的，就是我想的是對的，你們所講的是錯的，我不要去聽。對神對人嘅提醒都唔想聽，對神對人的提醒我都不想去聽，咁樣咧就會拒絕光。那這樣他就會拒絕光。最後咧，我想分享我自己生命嘅一個見證。最後我想分享我生命的見證。其實咧，我以前咧都係一個瞎子嚟㗎，那我以前也是一個瞎子來的，靈裏邊瞎眼。靈裡面的瞎眼。我咧以前咧情感非常嘅壓抑㗎，我以前的情感是非常的壓抑，我嘅專注咧，所有嘅心思都擺喺工作上面。我的專注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公司上。對屋企咧，我係會理，但係咧，我唔係擺個心喺個家庭裏邊。對家裡我會理，但是我不會放個心放在家裡。我又會好自義喎，我也會很自義。我會覺得咧，我一路咧其實係陪住父母一齊住嗰個。我覺得我是就是一直陪着父母住的那個。並且咧，我係帶父母咧決志認識耶穌㗎。並且我是帶父母決志認識耶穌的。咁我有供養佢哋啦，那我就去供養他們。所以我都覺得自己好照顧父母㗎啦。所以我都會覺得我自己很照顧父母。但係咧，原來我嘅瞎眼係我睇唔到咧，我好多時我係人到心不到。但是我的眼瞎就是我很多時候我看不到，我人到心不到。到2015年嘅時候咧，我屋企就出現好多嘅風波。到2025年的時候，我家裡就出現了很多的風波。我爸咧有腦退化，我的爸爸是腦退化，而且咧好嚴重嘅惡化，而且是很重的惡化。慢慢咧佢失去咗自理嘅能力，慢慢的失去了這個自理的能力。於是咧我就請工人咧去照顧佢，同埋咧照顧屋企。於是我就請工人照顧他和照顧家裡。但係咧，其實我係仍然繼續專注做我嘅工作。但是呢，我仍然呢去就是專注我的工作。我係好似咧將頭家交咗俾個工人姐姐打理。那我好像就是把我的家整個是交了我的工人去打理。後來咧呢個工人姐姐咧做到7勞8損。後來這個工人姐姐來工人就做了就是7勞8損。有一日佢同我講，佢話佢要返鄉下醫病。有一天他對我說，他要回鄉下去醫病。但係原來我根本就唔知佢有病。但是我原來我真的不知道他有病。我唔知佢做到咧咁勞損。我不知道他做得這麼的勞損。因為佢成日都要咧扶我阿爸咧去廁所沖涼啊，做各樣嘅嘢。因為他整天呢要扶着我的爸爸去洗澡啊，去上廁所，各種各樣的事情。但係我當時咧真係好麻木。我當時是很麻木的。其實今日諗翻轉頭，其實今天想起來都會覺得好對唔住呢個工人姐姐。都會覺得很對不起這個工人。佢好用心去照顧我父母。他很用心地照顧我的父母。但係咧，我係冇關心過佢。但是我沒有關心他。原來我真係咧靈裏邊，我係盲嘅，係聾嘅，我係聽唔到人嘅需要。原來我的靈裡是瞎的，是聾的，我聽不到人的需要。後尾咧，我阿爸喺2018年嘅時候咧中風。後來就是爸爸在2018年的時候中風。佢1年之後咧就返咗天家啦。他1年之後就回了天家。我媽咧因為失去咗個老伴咧，好憂傷。因為我的媽媽失去她的老伴，就是很憂傷。佢成日都咧喺度唉聲嘆氣。她每天都在唉聲嘆氣。覺得我都咁老啦，點解我仲要喺呢個世上？她覺得我都這麼年紀這麼大了，為什麼我還在這個世上？同埋咧，佢亦都開始咧個記憶咧衰退得好快。還有她的記憶就開始衰退得很快，衰退得很快。佢問我一條問題，佢會咧問我答完佢，佢轉個頭再問我。
他如果問我一個問題，我回答了之後，然後轉過來，他還是會問我。如是者可以咧問6、7次，他可以來回的問我6、7次，我咧心裏邊都覺得好驚，我裡面也會感覺很害我唔知點怕。樣去面對，點樣去幫助佢。我不知道怎麼去面對，我不知道怎麼去幫助他。之後咧，我又因為頭先嗰個工人姐姐走咗啦，就是好像剛才我講的，我的工人姐姐回去了，咁我就請咗一個新嘅工人。我就重新請了一個工人。呢個工人姐姐有一樣嘢同我好相似嘅，這個工人姐姐有一樣和我很信，就係咧，其實我哋都唔很像的識做家務，就是不懂做家務，真係慘啊！請個工人翻嚟唔識做家務，就是很慘，請一個工人回來不懂得做家務，咁咧，但係我又唔得閒教佢，但是我又沒有應該話我唔識空去教他，教佢啦。就說我不懂得教他，咁咧，我亦都冇時間咧去理佢，我也沒有什麼時因為繼間去理他，續嘅埋手工作。我就繼續的埋頭工作。咁呢個工人姐姐就好懶散啦，變得。那這個工人姐姐就變得很懶散。咁我屋企嗰啲食物就不斷過期。那我家裡的食物就不停的過期。有一日咧，最驚嚇嘅地方係我入廚房，有一天很驚嚇的是，就是我進了廚房，我就見到，咦，個砧板點解黑色嘅？那我就看到那個切菜的板為什麼是黑色的？我攞出嚟，點我拿解起來，有個蘑菇喺度嘅？為什麼會長了一個蘑菇在知唔上面？知點解會咁啊？知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個工人姐姐唔理啊，洗完咧就浸喺個水裏邊啊，因為浸到發毛啊，因為這個工人他不理他，就是用完之後就放在水裡，然後他就發霉，會生出蘑菇出嚟。然後就長出那個霉菇。哇！我心裏面覺得感謝神俾我發現。那我心裡就說：哎呀，感謝神被我發現了。如果唔係咧，我哋一家可能食物中毒嘅會。如果不是，可能我們一家食物中毒。但係呢個菇咧，真係對我嚟講係一個警號嚟噶。那這個菇對我來說是一個警號。我嗰日咧就去問耶穌，那天我去問耶穌，究竟你想同我講乜嘢？究竟你要說，你想我睇見？見啲乜嘢？你要讓我看見什麼？我話點解我屋企會發生咁多嘅問題？為什麼我家會發生這麼多的問題？跟住我真係聽到耶穌嘅説話，之後我真的聽到耶穌的話，佢就同我講，佢話你冇看守你嘅屋企。他對我說：你沒有看守你的家裏。佢話咧，你連你屋企都照顧唔到，他說你連你自己的家都照顧不好，你點樣照顧神嘅家？那你怎麼去照顧神的家呢？我嗰陣時咧，其實已經讀緊學房噶啦，其實那個時候我是在讀學好想喺房，教會去服侍神，好想在教會服侍神，但係我連屋企我都冇理到啊！但是我的家我都沒有去理。神就話你要翻屋企，神就說你要回家，你嘅心要翻屋企。你的心要回家。跟住我就問神，跟着我就問神我，話我好啊，我願意，好，我願意，但我要點樣做咧？但是我要怎麼做呢？跟住咧，神就俾咗一個嘅啟示我，跟着神就給了我一個啟示，佢話咧你搬去教會嘅附近。他說你搬去教會的附近。我當時係住緊天水圍噶，我當時住在天水圍，咁我就聽咗好，我就搬啦。我聽了就說好，我聽就辦神講就咧同阿媽就搬咗出去咧荃灣區，啊。那我聽了神的話，我就和我的媽媽搬去荃灣區。係啦，咁我就搬咗去我嘅門徒嘅樓上。那我就搬去我門徒的樓上。啊，我諗唔到咧，原來呢一個行動好重要。原來我想不到這個行動是很重要的。原來咧，當我去聽神嘅説話，原來當我去聽神的話，神就一步步咧將光帶入我屋企。神就一步一步的將光帶到我的家裡。係點解咧？為什麼呢？因為咧呢個門徒咧好識得同老人家溝通。因為這個門徒是很懂得和老人家溝通。係啊，佢咧會成日嚟探我嘛。他會經常的來看我媽媽。我媽咧係好孤僻嘅人嚟嘅，其實當時我媽當時是一個很孤僻的人，從來唔會邀請朋友翻屋企噶。從來不會邀請朋友回家的。但係咧，佢竟然咧入到嚟同佢傾偈，傾得幾好喎。但是他進到這裡來，他們兩人聊天，竟然跟住慢慢仲聊得很好。變成朋友喎。但是他們慢慢又成了朋友跟，住我覺得好奇怪，這個讓我覺得很奇怪。點解佢哋咁多偈傾嘅？為什麼他們那麼多話聊呢？但係點解我唔識得同我媽傾偈？我就嗰時發現咗啦。我那個時候發現，為什麼我不懂得跟媽媽聊天呢？跟住我呢個門徒仲同我講，然後我這個門徒對我說，佢話咧，我覺得你阿媽咧唔係腦退化，他說我覺得你的媽媽不是腦退化佢，只係抑鬱。她只是憂鬱。咁佢呢一句説話咧都撞到我。那他這句話也撞到了我。其實咧係即係我覺得啊，原來係因為我唔識得同我媽溝通。
其實是我不懂得和我的媽媽我冇用溝心通，去聽佢嘅感受，我沒有用心去聽她的感受，冇咧去明白佢其實喺冇咗老伴嘅時候，佢嗰個心裏邊嘅感覺，我沒有去明白她失去老伴的時候，她心裡面那個感覺，所以佢先會咁抑鬱。所以她才會這麼的抑鬱。跟住我就同神講：神啊，我要改變，然後我對神說：神啊，我要改變，你嚟幫助我。你來幫助我。我呢個門徒好好，佢就送咗一沓嘅感受卡俾我。那這個門徒很好，他就送了一打的這個感恩卡給我。呢啲感受卡咧係有感受同埋需要兩類型嘅卡嘅。那這個感受卡就是感受和需要是兩種卡嚟。咁我就學習咧，每一晚咧就打開呢啲感受卡，那我就學習，就是每一天打開這個感受卡。我就問我自己嘅心，我就問我自己的心，究竟我有咩感覺咧？我到底有什麼感覺呢？我要先明白我自己嘅感覺，我要先明白我自己的感覺，我先能夠明白人嘅感覺。我才能去明白別人的感覺。到我咧做到咁上下啦，我就同我媽做啦。當我做得差不多的時候，我就給我媽做了。我就問阿媽有咩感受啊？我就問我媽媽有什麼感受。佢又識話俾我聽嘅喎，原她又懂來。得告訴我，原來佢仲識得講佢有咩需要喎。她又懂得講她有什麼需要其。實係我以前唔識得問。是我以前不懂得。咁咧佢就話俾我聽，佢好想咧，原來佢好想同啲仔女一齊去旅行。原來他告訴我，他是很想和兒女一起去旅遊。因為當時係疫情之後重新開放。因為當時是疫情之後的重新開放。咁咧我就覺得好，我哋就家族辦一次 staycation。那好，我就說我們家族一起辦一個旅行。咁我哋就去到咧黃金海岸咧酒店去度假。我們就去到黃金口岸酒店。我阿媽好開心。我媽好開心，因為覺得咧啲仔女真係回應佢嘅需要喎。她覺得她的兒女很回應她的需要。咁咧都好特別嘅就係我哋去到咧派房間俾我嘅時候咧係派咗611嘅喎。很特別的就是我們去酒店，他派這個門號的難度好高係我們去咪？ 61，這個難度很高，對不對？跟住咧第二朝我仲要見到咧天上面有個十字架嘅雲彩。第二天的時候，我看到天上有個十字架的。我就知道咧，神與我同在。我就知道神給我同在。神咧喜悅咧，我哋咁樣嚟到對父母。神喜悅我這樣對我的父母。神咧讓我哋知道咧，係啊，當我願意去聽佢嘅聲音，將我嘅心歸翻去我屋企嘅時候，佢就與我哋同在。神，他知道我聽了他的話，當我的心歸回我的家的時候，他就與我同在。仲有喺我媽媽咧92歲生日嘅時候咧，我做咗個蛋糕俾佢。就是當我媽媽93歲的時候，我做了一個蛋糕給她。我阿媽都好似大家咁樣鼓掌啊！我媽都好像大家一樣鼓掌。因為咧對大家可能冇難度嘅，但係對我好難嘅。因為對大家可能沒難度，對我是很難的。係啊，所以咧佢好開心收到呢個蛋糕。所以他很開心收了這個蛋糕。然之後咧，我同我啲家姐阿哥咧就一齊咧去搞一個讚美寶座俾佢。然後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做了一個讚美的寶座給他。就去欣賞讚賞我阿媽。去欣賞和讚賞我的媽媽。佢有咩優點？有咩咧係我哋繼承咗㗎？他有什麼優點？有什麼讓我們繼承的？我阿媽非常嘅開心。我媽媽非常的開心。佢咧笑到咧見眼唔見眼，他笑到咧就是看不到眼睛了。我哋從來冇見過阿媽咁開心。我們從來沒看到媽媽這麼開心。自從呢一日之後啊，自從這天開始，我阿媽咧越嚟越喜樂喎。我的媽媽越來越喜樂。佢嘅抑鬱咧完全唔見晒，她的抑鬱完全的不見了。佢嘅記性咧仲要好返喎。她的記性也完全的好了。喂，原來記性可以逆轉㗎！一個老人家92歲啦，佢嗰陣時。原來這個記憶可以逆轉的，因為老人家當時已經92歲了。仲有咧，佢唔使再食藥咧，都可以瞓到覺喎。然後呢，他就是不用吃藥也能睡覺了。係咪神蹟啊？這是不是神蹟啊？我哋將咧掌聲大大俾神。我們將掌聲大大的歸給神。神真係咧一個好神。神真的是一個好神。係啊，佢咧繼續嘅喺我哋屋企裏邊動工。他繼續的在我們家裏動工。神咧繼續嘅提醒我。神繼續的提醒我。佢話咧你要同你阿媽做見證。他說你要和你的媽媽做見證。我頭先都講過，我係好怕咧同人分享見證嘅。其實當時。剛才我有講過。特別係屋企人。當時就是特別是在家裏，我是很怕和別人分享我的見證的。好怕同屋企人講見證㗎。有沒有人和我一樣是很怕和家人做見證的？有嘅係唔緊要，我哋都係一樣嘅人。但係咧，我聽到神咁講，我就咁去做啦。不用怕，就是神怎麼給我說，我就怎麼樣去見證。
咁我就同我媽講我信耶穌之後嘅改變。我就對我媽說我信耶穌之後的改變。哇！佢聽咗之後反應好好，她聽了之後反應好好。佢話我好想認識你呢個神。她說我好想認識其實佢你的這個神。已經咧信咗主㗎啦，其實她已經信了但係一主，路都冇翻教會。只是一向沒回跟住佢教會。聽完，哇！耶穌咁好啊，我要翻教會啊！她聽完之後說啊，耶穌佢這麼好，我係主動要回教會。叫我帶佢翻教會，她是主動的讓我帶她回教會，並且佢願意入小組。並且她願意進小組。我今日帶嚟嘅瑞芳咧就係佢嘅小組長。我今天帶來的對方就是她的小組長。係啊，我牧養嘅組員咧牧養我阿媽喎。我都讓我的組員牧養我的媽媽。係啊，我阿媽咧非常嘅喜樂。我媽媽非常的喜樂。仲有咧，佢咧成為我屋企嘅代禱者啊！還有她成為我家的代禱者。佢咧每日咧攞住我哋佢啲阿孫啊仔女啲相咧，就為佢哋祈禱。她每天拿着孫子和兒女的照片為他們禱告。有一次我個兒甥女想買樓，有一次我的外甥女想買樓，我就咧捉住我阿媽嘅手咧，按喺佢嘅頭上，我就抓住我媽媽的手按在她的頭上。我話咧你為佢祈禱啦我，說你為她禱告啊，等佢買平啲。讓她買得便宜一點。你知唔知嗰日發生咩事啊？你知道那天發生什麼事嗎？真係平咗喎，仲要平幾多啊？還有平100萬，比市價平100萬。不但便宜，而且比市價便宜100太神奇萬。咯！我哋真係覺得不可思議。我們真的覺得不可思我將議。呢一件事咧，同我屋企所有人講，我把這件事給我所有的佢哋都家人說，覺得好震撼，他們都覺得很震覺得咧驚。神嘅愛咧，震佢嘅光真係進入我哋嘅家庭裏驚真邊。的神的愛和光進入我們的家庭。舊年咧，我阿媽咧患咗心臟病，去年我的媽媽患了心但係咧，臟病，因為咧光已經入咗佢嘅心啊，因為光進入她的心佢已裡，經好認識神，她已經很認所以佢唔識神了，怕疾病，所以她不怕疾病，佢咧好頑強嘅嚟對付呢個心臟病，她很堅強地對付這個心臟病。同埋咧佢亦都知咧屋企人好愛佢，她也知道家裡人很愛她，係用心嘅同佢相處。是用心的給她相處。所以咧，佢喺返天家之前嗰2個月咧，我想俾佢張相俾大家睇，給大家看一下她回天家之前的2個月，係咪好開心啊？佢個樣她的樣子是不是很開心啊？係咪好開心啊？是不是很開心？要特別俾大家睇我媽個開心嘅樣。要特別的給大家看一下我媽媽開心的樣子。佢咧每日起身，我起身一出嚟見到佢就係咁嘅樣。我每天一起來看的媽媽就是這樣子。但係佢嗰陣時咧患緊心臟病，那個時候她在患那個心臟呼吸有病，陣時都好困難，呼吸有的時候很困但係佢難，好喜樂。但是她很喜樂。佢咧甚至有陣時佢會打開雙手想攬我啊！她有的時候很想打開雙手，會打開雙手來一個好擁抱我。傳統嘅女人，從來都冇做過呢一樣嘢。一個很傳統的女士，從來沒做過這件事情。因為神嘅光進入到佢嘅生命裏邊，佢就改變啦。因為神的光進入她的裡面，她就改變了。我哋一家都改變。我們一家都改變了。喺今年嘅安息禮上邊，在今年的安息禮上面，我咧就去為神作見證。我就為神做見證。可以咧打過一張嘅圖，呢個咧係我同一啲弟兄姊妹咧一齊做嘅追思冊。那這個是我和弟兄姐妹一起做的這個追思冊。見到咧我媽媽得勝嘅樣，看到我媽媽得勝的樣子，係啊，我就咧喺個安息禮裏邊咧去傳講神嘅榮耀。我就在這個安息的裡面去傳講神的榮耀。一個從前係抑鬱嘅長者，一個從前是抑鬱的長者，因着神嘅光進入佢嘅生命裏邊，因着神的光進入他的裡面，佢就咧變成一個喜樂嘅寶寶啊！他就變成一個喜樂的寶寶。佢咧如鷹返老還童。他如鷹返老還童。嗰日嘅出席安息禮嘅人咧，好多話俾我聽，佢哋好經歷神，那一天出席安息禮的很多告訴我，他們很覺得咧啊，原來年紀大嘅係唔使驚噶，他們覺得就是年紀大的有神就唔使怕。有神就不用怕。我哋咧之後，我哋一家人咧一齊去感恩，之後我們一家人去感恩數算神嘅恩典，數算神的恩典。我哋嘅心裏邊咧好温暖啊！我們心裡面很溫暖，覺得咧神嘅光真係咧進入我哋整個嘅家庭，覺得神的光進入我們整個攞家庭，走我哋一切嘅憂愁，除去了我們一切的憂愁，一切嘅難過，一切的難過，讓我哋咧覺得咧神嘅光咧嚟到充滿我哋整個嘅家庭。讓我們覺得神的光充滿了我們整個家庭。今日各位嘅弟兄姊妹，
今天的弟兄姐妹你，想唔想呢個光進入你嘅家庭？你想不想這個光進入你的家庭？你想唔想咧呢個光進入你嘅生命？你想不想這光進入你的生命？如果你都想你企起身，如果你想如果你想呢個光起來，進入你嘅生命，進入你嘅家庭，如果你想這個光進入你的生命，鼓勵進入每一個人咧，你的家庭，你都起嚟。好，每個我哋人都起來，一齊咧歡迎呢一個光咧進入喺我哋嘅生命裏邊，我哋一齊嚟到敬拜呢一我們位神。一起來歡迎這個光進入我們的生命裡面，我們一起來敬拜我們的神。我們來敬拜我們的神，唯有耶穌。我們舉起我們的手來。是瞎眼看見，耶穌你能醫治傷心人，耶穌你有權柄釋放，叫不可能變為可能。舉起我們的手來唱，唯有耶穌，唯有耶穌掌管天地萬有，唯有耶穌能使水變成酒，叫狂風巨浪平息，大能赦罪清身體，耶穌無人與你相比，唯有耶穌掌管天地萬有，唯有耶穌能使水變成酒，叫狂風巨浪平息，大能赦罪清身體，耶穌無人與你相比。主耶穌，無人能夠與你相比。主耶穌冇人能夠與你相比。主耶穌，你復興你的國度，主耶穌，你復興你嘅國度，你復興你的兒女。你復興你嘅兒女。何為復興呢？何為復在興？今天的信息裏邊告訴我們，喺今日嘅信息當中告訴我主哋，你把我們恢復到你最初造我們的樣式，就是復興。主啊，你將我哋恢復到你最初創造我哋嘅樣式，就係復興。在你的心目中，喺你嘅心目當中，你要你的兒女活得快樂、你要你嘅兒女活得快喜樂、樂、喜樂、滿足，滿足，就是復興。呢啲就係復興。今天在見證中的婆婆，今日喺見證當中嘅婆從婆，抑鬱中走回喜樂。從抑鬱當中走翻變為喜樂。今天弟兄姊妹們，今日弟兄姊妹們，婆婆是一個得勝的一生，婆婆係一個得勝嘅一生，乃因為耶穌乃是因為耶穌將婆婆再一次的恢復到最初的創造，將婆婆再一次回復到神最初嘅創造，那份的喜樂，嗰一份嘅喜樂那份，的開懷，嗰一份嘅那份的開懷，份的真實。嗰一份嘅真實。今天神要坐在我們的身上，今日神都要做喺我哋嘅身上，他要再一次復興我們。佢要再一次復興我弟哋。兄姊妹，有沒有你在抑鬱當中，弟兄姊妹，若你喺抑鬱當中，你沒有辦法喜樂？你冇辦法喜樂。今天耶穌的光要進到你的裡面，今日耶穌嘅光要進入到你嘅裏邊，他不但要肉眼的瞎眼看見，佢唔單止要肉眼嘅瞎眼得以看見，他要挪走你抑鬱的黑暗，佢要攞走你抑鬱嘅黑暗。你讓他的光進來，你俾佢嘅光進入啊，裡面得以看見，入邊得以看見你，就看到我們的天父是何等的榮美，你就睇見天父係何等嘅他榮美，擺在你生命當中的是何等大的祝福，佢擺喺你生命當中係何等大嘅祝他福，要你開心，佢要你開他心，要你喜悅，佢要你喜悅，他寧願再一次創造你一次，佢寧願再一次嘅創造你一次。在我們當中，喺我哋當中無，論是我們抑鬱的弟兄姊妹，無論係我哋抑鬱嘅弟兄姊妹，或是你今天第一次聽到耶穌這個名字，或者係你第一次聽見耶穌嘅名，或許你在一個狀態裡面出不來，或者你喺一個狀態嘅當中出唔到嚟，我歡迎你來到前面，邀請你嚟到台前，我歡迎你來到前面，邀請你嚟到台前，我歡迎你來到前面，歡迎你嚟到你勇台前，敢的來到前面，你勇敢嘅嚟到台前，不要被抑鬱這兩個字嚇着。冇被抑鬱呢兩個字嚇親。我換一個名詞，我換一個名詞，如果你在一個壓抑的裡面，如果你喺一個壓抑嘅裏邊，你沒有辦法講出你的感覺，你冇辦法講出你嘅你覺得感覺，你丟了你自己，你覺得你冇咗自你己，找不到自己，你揾唔翻自己，你摸不着自己的感覺，你已經摸唔到自己嘅感覺，如同素霞傳道一樣，
如同蘇夏傳道一樣，因此你也沒有辦法明白別人的感覺，因此你都冇辦法明白別人嘅感覺，別人因你的話語別人因你嘅話語不是被釋放，唔係被釋放，不是被建立，唔係被建立，乃是被受傷。乃是被受傷。你覺得你是這樣子的？你覺得你係咁樣嘅？我歡迎你到前面來，我歡迎你到台前，我要為你禱告。我要為你禱告。首先，當中站在前面的有沒有信耶穌的？首先站在台前嘅有冇未信耶穌嘅？好，我們都是基督徒。好，我哋大家都係基督徒，我很想請蘇霞傳道來為你禱告，好想邀請蘇把夏傳道恩膏釋放下來。將邀請蘇夏傳道將恩膏釋放落嚟。係啊，主啊，你嘅靈咧嚟到充滿我哋咧呢一度站出嚟嘅弟兄姊妹啊！主啊，你的靈充滿站出來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你嘅聖靈安守喺每一個人嘅頭上邊。主啊，你的我想聖靈，請同工你站在弟兄姊妹的後面，你嘅靈咧嚟到自由嘅運行喺弟兄姊妹嘅心中，聖靈你自由的運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你嘅愛咧嚟到包圍佢哋，你的愛來包圍他你們，嘅愛嚟充滿佢哋。你的愛來充滿他神啊，你們。嘅光今日就進入喺佢哋嘅心，神啊，你今天你的光就進入他們的心神啊，。你嘅光進入，神啊，你的光進入你，嘅真光進入，你的真光進入，你嘅光帶住醫治嘅能力你的光帶着醫治的能力進入喺我哋姊妹嘅心裏邊，進入我們姐妹的心裏面，進入喺我哋每一個人嘅家庭裏邊。進入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家庭的裏面。主啊，你嘅靈向佢哋吹氣，主啊，你的靈向他們吹氣，將復活嘅能力、將復活的能力、醫治嘅能力醫治的能力進入喺佢哋嘅心中，進入他們的心中，除去一切嘅憂傷，除去一切的憂傷，除去一切嘅抑鬱。除去一切的抑鬱。我奉耶穌基督嘅名，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一切抑鬱嘅靈宣告一切抑鬱的靈要從佢哋嘅身上邊離開，要從他們的身上離開，憂傷嘅靈要離開，憂傷的靈要離開，恐懼嘅靈要離開，恐懼的靈離開，一切壓制嘅靈要離一開。切壓制的靈也要離開。主你嘅靈咧，自由嘅充滿佢哋，主你的靈自由的充滿他們，將喜樂嘅靈嚟到賞賜，將喜樂的靈來賞喜樂賜，嘅靈嚟到進入，喜樂的靈要進入，喜樂嘅靈嚟到進入，驅走一切嘅憂愁。喜樂的靈要進入，驅走一切的憂主啊，愁你。嘅光，主你的光，你嘅光進入去，你的光進入，驅走一切嘅黑暗，驅走一切的黑暗，驅走一切嘅懼怕，驅走一切的懼怕，驅走一切嘅壓制。驅走一切的壓制。我奉耶穌基督嘅名宣告，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宣主啊，告你，嘅光嚟進入，主啊，你的光要進入，你嘅光嚟進入，主啊，你的光進入，恐懼要離開，恐懼要離開，抑鬱要離開，抑鬱要離開，完全嘅離開佢哋每一個人嘅生命。全然的離開每個人的生命。主啊，你嘅光進入去，主，你的光進入，讓佢哋嘅生命讓他們的生命被光光照。被光光照。主啊，你親自嘅對佢哋每一個人嚟到說話。主，你親自地對他們每個人說主話。啊，你對佢哋嚟說話。主啊，你親自對他們說話。啟示嘅靈進入，啟示的靈進入，啟示嘅靈進入，啟示的靈進入，你嘅靈進入，啟示的靈進入。你對佢哋說話，你對他們說你話，嘅愛嚟到充滿佢哋，你的愛來充滿他們，讓佢哋咧被你嘅愛嚟填補。讓他們因着你的愛祈禱。我奉耶穌基督嘅名宣告，我奉耶穌的名宣告，你點樣喺我阿媽嘅生命裏邊作工，耶穌你怎樣在我媽媽的生命當中做工，你亦都喺我呢一度弟兄姊妹嘅生命裏邊作工。你也在現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當中來做工。你讓喜樂嘅靈進入，你讓喜樂的靈來進入，得勝嘅靈要進入佢哋嘅裏邊，得勝的靈要進入他們的裡面，除去一切嘅懼怕，除去一切的懼除怕，去一切嘅憂傷，除去一切的憂傷，並且咧除去佢哋每一位弟兄姊妹家庭裏邊嘅黑暗啊！並且除去每一位弟兄姐妹當中他們家庭裡面的黑暗。如果今日喺你嘅屋企裏邊，如果今天在你的家庭裡面，你覺得有一股嘅黑暗勢力喺度纏繞，你覺得有一股黑暗的勢力在纏繞，請你咧將你嘅手擺你嘅心上面。請你把你的手放在心上。如果你覺得你嘅屋企裏邊就你覺得你的家庭當中有好多嘅黑暗、好多嘅困難，有很多的黑暗、很多的困難，我請你將手擺心上面。請你把手放在心上。我奉耶穌基督嘅名宣告，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主啊，你嘅光咧進入去，主你的光進入，主啊，你嘅光進入去，主你的光進入，讓佢哋嘅家庭都得着呢個嘅光。讓他們的家庭裡面都得着你的光。係啊，我哋宣告咧，神啊，你
嘅光進入去咧，除去一切嘅蒙蔽，一切嘅黑暗都離開。主，我們宣告你的光進入一切的蒙蔽跟黑暗都要離開。我哋一齊咧嚟到禱告，我哋咧歡迎呢個光進入喺我哋嘅家庭。我們一起禱告，歡迎這個光進入到我們的家庭當中。能夠方言禱告嘅，我哋一齊方言祈禱。能夠方言的一起方弟兄姊妹，我們言。一起跟神來禱告。好的你要相信主的光進入，一切的黑暗勢力要離開你的家，離開你的關係，離開你的身體，離開你的生命。這是你跟神禱告的時間，你跟神連接的時間。我們開聲的向我們的神來禱告。是啦吧吧吧，耶啦吧吧吧吧吧，是啦吧吧吧吧。開聲禱告，這是你跟神的時間。開聲禱告，向我們的神呼求。我們的神按照你所呼求的，按照他的方式來應允你，來應允你，來應允你。神蹟要臨到你，神蹟要臨到你。耶和華神是做新事的神，他要醫治你眼瞎耳聾的病，他要醫治你身體上的疾病，他要挪去一切黑暗勢力在家中關係上的破裂和攪擾。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穌基督，你聽我弟兄姊妹的禱告。現在我弟兄姊妹把他們的難處，把他們的抑鬱之處，把他們的受損之處，把他們的被仇敵攪擾之處交在主你的面前。主耶穌基督，你神蹟就臨到他們。主耶穌基督，你就親自的釋放他們，讓他們走出記憶，並且他們的記憶力要恢復，並且破裂的家庭呢要被你恢復。主耶穌，感謝讚美你，兩代關係要恢復，婚姻關係要恢復，在職場的貧窮追殺呢要挪開。主耶穌，你來祝福我們，主耶穌，你來祝福我們，感謝讚美你，感謝讚美你，唯有耶穌，唯有耶穌。主啊，我們來宣告，唯有耶穌，我們讚美我們的神，用我們的耶穌掌管天地萬有。舉起我們手來，用我們的心來唱。神蹟臨到你，水變酒的神蹟臨到你，掌控風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蹟，耶穌無人與你相比。宣告我們是神蹟的器皿，我們是神蹟的器皿。主啊，我們是裝載你神蹟的器皿，神蹟發生，神蹟發生，你來讓我們得自由，主，我們進入到你的自由當中。大能赦罪行神蹟，耶穌無人與你相比。弟兄姊妹，你舉起手來，我要奉耶穌基督的名來祝福你。弟兄姊妹，邀請你舉起手，我奉耶穌基督嘅名嚟祝福你。主，今天你親自來恢復我們，主，你今日親自嘅嚟恢復我哋，恢復你最初創造我們的那個樣式，恢復你最初創造我哋嗰個樣就是那式，份的復興，就係嗰一份嘅復興，讓我們快樂，讓我哋快讓我們樂，在你裏邊有滿足的快樂。讓我哋喺你嘅裏邊有滿足嘅快樂。那份的復興再一次的填滿我弟兄姊妹的生命。嗰一份嘅復興再一次填滿我弟兄姊妹嘅生命。主，你挪去一切的內耗，主，你挪去一切嘅內耗，一切的勞損，一切嘅勞一切損，仇敵的偷一竊。切仇敵嘅偷竊。主，你挪去仇敵的一切壓制主，。你挪去仇敵一切嘅主，你壓制。斷開一切的繩索主，，你斷去一切嘅釋繩索。放我們在你裏邊得以自你由釋。放我哋喺你嘅入邊得以自主，由。你使瞎子得看見的神蹟再一次的高抹在我們的生命當中主。係你使下只能夠看見嘅呢個神蹟，再一次高抹喺我哋嘅生命你也愛當中。我們，你恩愛我你哋，再一次創造我你們，再一次嘅創造我恢復我哋，們。恢復我哋。主，我們感謝你主，。我哋感謝你。主，我們無需在外面尋尋覓覓，主啊，我哋無需喺出邊尋尋覓覓，因為一切的愛都在阿爸父你的懷因中。為一切嘅愛都係阿爸父你嘅懷中。阿爸，我們回來了。阿爸，我哋翻嚟啦！阿爸，我們回來了。爸爸，我哋翻嚟啦！阿爸，你張開你的膀臂來擁抱我們，爸爸，你張開你個膀臂嚟到擁抱我將你哋，美好的祝福、將你上好的福分、美好的禮物為我們預備。將你美好嘅祝福、上好嘅福分、美好嘅禮物為我哋預備。因此，我奉耶穌基督的名祝福我和我弟兄姊妹。因此，我奉耶穌基督嘅名祝福我和我弟兄姊妹。你的家因你愛耶穌，你嘅家因你愛耶穌，從現在開始就要復興起從來。依家開始就要復興起來。你會管理，你會管理，你將你的家擺在心上，你將你嘅家擺喺心上，將你的家交在耶穌的手中。將你嘅家交喺耶穌嘅手中。
你按照神的方式來治理你的家你，按照神嘅方式嚟到治理你嘅家，貧窮離開你的家，貧窮離開你嘅分家，裂離開你的家，分裂離開你嘅家，偷竊離開你的家，偷竊離開你富嘅家足，離開你的家，富足離開你的家啊，富足臨到你的家，富足臨到你嘅家，豐盛臨到你的家，豐盛臨到你嘅復家，興臨到你的家復，興臨到你嘅家，因為你在這個家中治理，因為你喺呢個家中治理，神給你這樣的權柄駕馭你的家。神俾你咁樣嘅權柄駕馭你嘅家，你在教會，你喺教會，因你敬畏耶穌，因你敬畏耶穌，被恢復，被恢復，被愛，被愛，成為教會的柱子，成為教會嘅柱成為子，教會喜樂的泉源。成為教會喜樂嘅因為泉源。因為主耶穌基督活水的泉源從你的肚腹中流出，如同流出江河。因為耶穌基督喜樂嘅泉源從你嘅肚腹流出，如同喜樂嘅江河。我奉耶穌基督的名祝福你，我奉耶穌基督嘅名祝福你，在職場，在職場，你無論走到哪裡，無論你行到邊度，祭壇就帶到那裡。祭壇就帶到嗰度。因此你被高舉在萬民之上因，此你被高舉在萬民之上，人要借着你看見耶穌，人要因着你睇見耶穌，將榮耀歸給耶穌。將榮耀歸俾耶無穌。論走到哪裡，無論行到邊度，傳揚基督的福音的使命，傳揚基督福音嘅使命，恩高恩高果效果效都加倍的臨到你，都加倍嘅臨到你，各樣的祝福都要臨到我和我弟兄姊妹。各樣嘅祝福都要臨到我同我弟兄姊妹。奉耶穌的名祝福禱告，奉耶穌嘅名祝福